Hello，大家好，我是洪哥啊。随着人工智能的全面发展呢，人工经济将会迎来全面的发展，而未来以 Web3 为主导的分享经济呢，也将会得到全面的爆发呀。那当人工经济呢与 Web3呢相结合时呢，自由职业者呢可以获得更多的财务和管理的自由。那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变革呀！人工智能和 Web3的技术呀，对人工经济的影响呢也是不可忽视的。首先呢，人工智能可以帮助自由职业者呢更好的去匹配需求和提高生产力啊。比如说呢，通过使用人工智能算法来精准的推荐客户和项目，自由的持有者可以更快的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那其次呢，就是 Web3的技术将为人工经济呢带来更多的机会。比如说呢，基于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的市场的平台呢，可以让自由职业者更加透明地展示他们的技能和经验，从而吸引更多的客户和机会。此外呢，智能合约呢可以保证自由职业者的在交易中呢获得公平的这样一个支付的保障，从而减少了这个潜在的风险。那最后呢，为了实现财务自由呢，自由职业者呢也需要掌握一些必要的技能，比如说熟练掌握数字货币和这个区块链技术啊，比如说数字货币的一个交易的技术和这个区块链的一些这个技术，比如说你要知道这个怎么去看智能合约等等啊，了解智能合约和这个去中心化金融的等等方面的知识啊，当然这个是要在Web3和下一代互联网当中呢，我们需要去具备的一些常识。此外的话呢，自由职业者呢也需要具备自我管理的能力和推销能力以及良好的沟通和协作能力。综上所述呢，人工经济呢和 Web3的融合呢，将为自由职业者呢带来更多的机会和自由，而掌握相关的技能和知识将是实现财务自由的重要条件之一。好了，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了，还没关注洪哥的可以加入关注点个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